关心五日节相关的消息，这五日节大家拢会食肉粽、燕菇。糖尿病患者都爱细致，因为肉粽一粒有500大卡的热量，有这个糖尿病患者食2粒肉粽尔，结果呢血糖呢抢有够悬，安尼有可能造成失明，也是腰子排气的风险。当然，嘛毋是袂使食，医生是建议讲，只要你莫食伤甜、莫伤油，也想食一半就好，配一寡青菜、水果，安尼对身体较无负担。肉粽节拢食粽，像这么大粒的粽，真正唔好食伤多，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爱小心。一粒普通包肉的粽，热量超过500大卡，真叫糖尿病患者食2粒，这血糖称悬1倍，也有可能会造成心脏的负担。因为造成一些所谓的小血管的病变，譬如说视网膜的病变，最坏的结果就是失明，那可能造成肾脏的病变。最终的结局之一的话是需要造成肾衰竭，需要洗肾或是要换肾。糖尿病是属于慢性病，平常时除了这食食爱控制，嘛需要听医师的指示，服用药物，把血糖控制在安全的范围。对，我们希望有一些药物能够互补。这2个新的药的话，它事实上作用在不同的地点，但事实上得到共同的，它会降血糖。医师提醒糖尿病患者，在这肉粽节容易出现血糖集体升悬的现象，会记得按时食药、食粽，也是适量就好。